歡迎收睇2026年6月3號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全球石油市場尋晚又陷入新一輪嘅動盪。伊朗宣布暫停和平談判，並決定繼續封鎖具有戰略地位嘅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強硬舉動係喺德黑蘭當局公開指控美國同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之後發生。伊朗更加嚴厲警告，可能喺呢場不斷升級嘅區域衝突當中開闢全新嘅軍事戰線。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此則表示，大眾無需擔心，並強調談判其實正係以迅速嘅步伐推進。伊朗方面堅稱，只有當所有違反停火嘅行為完全停止，佢哋先會重返談判桌。今次外交談判破裂，亦代表住國際社會試圖結束呢一場持續數月之久嘅中東衝突，再度遭受重大挫折。兩國元首又好似小朋友嗌交咁樣，大家認為國際油價即將迎嚟大飆升，定係好快會喺外交斡旋下平息？歡迎喺下方留言分享你對中東局勢與未來油價走向嘅睇法。昆士蘭警方喺上個月採取行動，正式落案起訴呢一名現年55歲嘅專科醫生多項謀殺以外最嚴重嘅性侵犯同強姦罪名。起訴書指出，案發時間為舊年期間，面對多項極其嚴重嘅刑事控罪，涉案醫生阿迪布透過法律代表發表聲明，嚴正否認全部控罪，並表明將會喺跟住落嚟嘅法庭審訊當中全力進行自辯，力爭清白。雖然案件仍然處於司法程序初期，但澳洲醫務委員會 Medical Board of Australia 喺權衡利弊之後，迅速採取果斷嘅行動，宣布即時勒令阿迪布停牌。委員會喺聲明中嚴正指出，鑑於控罪性質嘅嚴重性，為保障公眾安全、維護醫療體系嘅專業信譽，有必要對其採取即時停牌處分。另一方面，曾領導昆士蘭州政府執政接近10年，並喺近年卸任退休嘅前州長柏拉斯朱克，目前仍然未對佢前男友嘅指控以及案件發表任何公開嘅回應。法律及社會各界專家預料，鑑於涉案雙方喺昆士蘭州內極高嘅知名度，呢場法庭對決喺未來一段時間將會持續受到社會各界嘅高度關注與廣泛討論。今年年初遭受嚴重水浸打擊嘅昆士蘭中部城鎮克萊蒙特 （Claremont） 即將展開大規模嘅防洪基建升級。昆士蘭重建局宣布將會推出3個全新嘅社區韌性改善項目，總造價接近9000萬澳元，由澳洲聯邦政府同昆士蘭州政府共同出資，全面提升當地對抗極端天氣嘅能力。今次大型防洪工程係針對早前熱帶氣旋高治 Ex-Tropical Cyclone Koji 橫掃當地，導致區域道路網絡大範圍損毀之後，當局所做出嘅重大災後重建回應。撥款將會精準投入3個核心工程項目，包括改善跨越沃爾方溪嘅湯姆艾特喬茲排水設施，喺摩羯座街興建全新嘅混凝土洪水專用通道，以及全面升級克萊蒙特連接路嘅防洪通道。聯邦緊急管理部長克里斯蒂麥克貝恩 （Christy McBain） 指出，呢啲改善工程完工之後，將會為當地居民、商戶以及係工業運輸提供更安全、更可靠嘅通行道路，同時能夠有效支援當地核心嘅礦業同農業發展。當地艾薩克區域議會 Isaac Regional Council 亦都對項目表示歡迎，認為工程能夠切實保障社區安全。布里斯本2032年奧運會嘅主場館終於喺爭議聲之中正式動工。呢幾日大家應該都留意到相關報導，工程團隊已經開入市民好中意嘅維多利亞公園 Victoria Park， 開始全面清場，準備起一座擁有5萬個座位嘅世界級超級體育場。過去呢幾年圍繞住呢個主場館嘅選址、預算同埋環保問題，可以話係嘈得沸沸揚揚。不過政府今次終於展現出強硬態度，一舉掃除咗所有行政同法律上嘅障礙，話知你反對，總之就起咗先。工程正式拍板上馬，官方就一再強調呢個幾十億澳元嘅大項目，奧運過後依然會留俾社區做長遠發展。雖然依家大型工程車已經進駐，表面上睇落順風順水，但係咪代表之後就會一帆風順呢？大家最關注嘅係呢份表面上嘅和平動工，究竟可以維持得幾耐？要知維多利亞公園係好多老街坊、環保團體同民間組織嘅心頭好。政府今次夾硬開綠燈強行興建，會唔會激化更激烈嘅社會抗議？定係工程之後會因為預算超支或者係超時而變成另外一個爛攤子？呢份和平隨時可能只係暴風雨前夕嘅平靜。歡迎大家響留言話俾我聽你哋嘅想法。
跟住落嚟呢一單喺布里斯班北區菲茨吉本 Fitzgibbon 發生嘅車內氣體爆炸意外，真係好險。老人家將退換嘅漏氣氣罐擺喺車尾箱，結果喺 Telegraph Road 嘅停車場引爆，成架私家車瞬間被烈火吞噬。好在有熱心嘅市民及時出手拉人，先至冇釀成慘劇。尋日朝早大約7點半，布里斯本北區菲茨吉本 Fitzgibbon 嘅 Telegraph Road 一個停車場，驚傳一聲巨大嘅爆炸聲，一架私家車隨即陷入火海。現場火勢非常猛烈，黑煙不斷湧上天，而當時車入面正坐住一對70幾歲嘅老夫婦。根據報道，喺消防同救護人員趕到之前，現場多名熱心嘅路人見義勇為，冒住生命危險衝上前，夾手夾腳將呢一對老夫婦從着火嘅車廂入邊拉出嚟。經救護員初步治理，7旬老婦嘅腳部被玻璃割傷，而老翁就因為爆炸巨響導致耳痛。兩個人隨後被送往皇家布里斯班綜合醫院 RBWH， 好彩目前情況穩定，真係不幸中之大幸。究竟點解好端端架車會爆炸呢？消防調查人員透露，罪魁禍首相信係擺喺車尾箱入邊嘅一個已出氣體罐。原來呢位老翁前一日先喺連鎖五金超市 Bunnings 買咗呢個氣罐，但係返到屋企就聞到陣陣異味，懷疑個罐有漏氣，於是佢喺尋日朝早將氣罐擺入車尾箱，打算再返去 Bunnings 退換。老翁強調當時已經熄晒所有閥門，但冇諗到氣體其實係由閥門組件嘅底部不斷滲漏，最終喺密閉嘅車尾箱蓄積，引發咗呢一場恐怖大爆炸。消防員喺現場一直灌救到差唔多中午12點，先至成功將火救熄並控制住氣罐。Bunnings 隨後發表聲明，向兩位老人家致以慰問，並表明正全力調查事件。Toowoomba 以南維爾維尤 Belleville 發生嘅奪命車禍，奪走咗一名5歲女童嘅生命。事發喺星期六上晝大約11點40分，一架藍色福特 Ranger 農夫車同一架金色富士 Subaru Outback 私家車喺 Drayton Connection Road 條 Luck Road 嘅交界處猛烈相撞。緊急救援人員接報趕到現場，將涉事 Subaru 上面傷勢嚴重嘅5歲女童送往 Toowoomba Base Hospital 搶救，可惜最終傷重不治。同車嘅64歲司機同另一名同行小童亦都受傷留院。至於福特 Ranger 嘅19歲年輕司機及喺車上2名嘅乘客則冇受傷，司機已經被送院接受例行檢查。目前警方正全方位調查呢一宗恐怖車禍嘅肇事原因，並強烈呼籲任何目擊者或者係擁有車頭錄影畫面嘅市民立即聯絡滅罪熱線提供線索。同樣係一宗警方要求資料者提供線索嘅案件 ，Toowoomba 市中心驚傳街頭傷人案，警方現正全力緝捕一名在逃男子。事發喺上個星期五5月30號下晝大約2點半，一名15歲少年喺 Harry Street 同 Clifford Street 交界，同一名身份不明嘅男子發生口角衝突，期間少年突然慘遭對方持刀襲擊，導致到手部同埋腳部多處被刺傷，受傷少年隨即被送往 Toowoomba Hospital 救治，好彩傷勢並冇生命危險。目前法醫同辦案人員正全力追查兇徒下落，並強烈呼籲喺當日下晝2點15分至2點45分期間，曾經路經上述路段或者駕車裝有車頭錄影畫面嘅市民，盡快挺身而出聯絡 PoliceLink 或者係滅罪熱線提供線索。英國各地嘅慈善機構即將獲得免費嘅專業指導，以應對日益波動嘅能源市場。一個專為非牟利組織而設嘅網上研討會將會喺下個星期四6月11日上晝11點線上舉行，為時1小時，旨在幫助各機構深入了解全球時事如何連帶推高天然氣同電力成本。活動由能源專家機構 Utility Age 主辦，屆時會探討降低採購風險嘅實用策略，並剖析集體採購嘅龐大好處。專家本梅森 Ben Mason 指出，目前好多慈善機構一邊要努力應對飆升嘅能源賬單，一邊又要艱難咁維持關鍵嘅社區服務。而集體採購計劃正正可以讓規模較細嘅機構獲得以往通常只有大型企業先至能夠享有嘅優惠價格。目前呢個研討會費用全免，有興趣嘅組織代表可以透過 Eventbrite 嘅網上平台免費報名參加。布里斯班即將喺6月迎嚟一場充滿色彩與創意嘅動漫盛事，全澳洲最可愛嘅動漫展 Azurite Con 2026
將會喺6月26號同27號一連2日，將 Vocal Brisbane City Centre 變成一個匯聚 cosplay、卡哇伊手工藝以及原宿時尚嘅夢幻國度。今次嘅活動規模盛大，現場將會有超過100位本地藝術家擺攤，17場精彩嘅現場表演，以及一個專屬嘅 cosplay 展示區。參加者更加有機會親眼見到11位超人氣嘅 cosplay 大使，並喺充滿浪漫氣氛嘅櫻花樹裝置之前打卡留影。對於時裝愛好者，現場特設嘅原宿與 Lolita 主題市集絕對不容錯過。主辦單位亦都非常大方，規定12歲或者以下嘅小朋友喺已購票成人陪同下可以免費入場。目前門票最低由19美金起，網上優惠票將會發售至6月25號。面對呢一場結合咗日本流行文化與本地創作嘅大型動漫派對，大家最期待嘅係去藝術市集尋寶，定係欣賞現場嘅 cosplay 演出呢？歡迎喺下方留言分享你嘅追番與動漫心得。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Brisbane Clear 13到24度 ，Toowoomba Clear 12到19度。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歡迎訂閱同分享。多謝，我哋聽日再見。